大家好啊，歡迎嚟到香港山遊。今日嘅環形路線全程約14公里，起點同終點均為鹿頸，途經衛奕信徑10段同埋烏蛟騰郊遊徑。呢條路線部分路段位於八仙嶺郊野公園，部分路段位於船灣郊野公園。烏蛟騰山火瞭望台係此行嘅最高點，係欣賞八仙嶺同埋船灣郊野公園群山嘅絕佳地點。如果天氣好，甚至可以睇到遠處嘅馬鞍山。回程我哋花咗一啲時間參觀咗谷埔老圍及其當中再復修嘅房子，再沿風景優美嘅海岸線返到鹿頸小巴總站旁，就能夠欣賞到沙頭角海同埋沙頭角嘅開闊景色。我哋喺我哋最中意嘅咖啡集合，然後穿過鹿頸村，就係嗰座山啦。我哋嚟啦！呢度會通往衛奕信徑10段，大約20分鐘之後，我哋將到達通往尤德爵士紀念亭嘅分岔路。我哋唔會走呢條路，而會繼續向新娘潭方向走。天氣與上星期我哋行烏蛟騰至鹿頸唔同，今日一早落雨，中途又落起毛毛雨。儘管如此，沿途嘅景色依然令人賞心悅目。七木橋，大約15分鐘之後，我哋將到達一個路口，右邊通往黃嶺，佢係新界東北部嘅最高點。我哋今次沒有登頂嘅計劃，所以將繼續向新娘潭方向走。喺呢度走左邊嘅路，向烏蛟騰路走。呢條山路有多處可以遠眺八仙嶺山脈嘅壯麗景色。睇嚟我哋已經到達八仙嶺郊野公園嘅邊緣，呢度係一個重新集合嘅好地方。沿住新娘潭路走一段，我哋會喺右邊睇到烏蛟騰郊遊徑嘅入口。到啦，大約20分鐘後，我哋將到達烏蛟騰山火瞭望台，係我哋今天山遊嘅最高點。呢條上200米嘅山徑，大部分都係石級。
八仙嶺以及船灣郊野公園內嘅山峰嘅壯麗景色。可惜今日睇唔到馬鞍山。想搵個地方補充下體力，睇嚟呢個地方唔錯喎。稍作休息後，我哋就繼續下山前往谷埔老圍。谷埔係個擁有近400年歷史嘅客家村落，能遙望對岸嘅沙頭角同埋深圳嘅鹽田區，景色優美。谷埔擁有豐富嘅天然生態資源，其中最吸引人注目嘅係一片獨特嘅鹹淡水交界濕地。谷埔除咗具有客家方形圍村特徵嘅老圍同埋長條形嘅新圍外，仲有被評為3級歷史建築嘅啟才學校、老圍嘅楊氏宗祠同埋李氏宗祠等。如今老圍大部分已經廢棄，人跡罕見。微型改造計劃旨在改善老圍嘅環境，將擁有近100年歷史而現已荒廢嘅民宅改建成能夠展示清末客家建築4合院佈局、物料同埋工藝嘅開放空間同埋鄰里花園，成為老圍嘅一個景點。啟才學校如今已成為舉辦展覽、工作坊同埋社區活動嘅文化中心。呢啲得益於香港大學建築學院領導嘅保育計劃以及鄉郊保育辦公室嘅支持。可惜今日學校不對外開放，呢度優美嘅景色就隨時可以欣賞到。係時候要返鹿頸啦，好好享受接下來30分鐘嘅海岸線漫步吧。我哋大約花咗4個半小時，走咗14公里，最高海拔達294米，累計爬升563米。急不及待想去我哋最愛嘅 cafe 飲返杯。希望你同我一樣享受呢一趟嘅山遊，祝你有愉快嘅一日。